到海浪中，不会沉默，有你牵我。我感到无法负荷，握着你永远不放手。就算我失落到一无所有，我知道美好是必定为我成就。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，离开道路就在旷野中，什么你爱都能胜过。我知道美好是必定为我成就。前面你牵着我，因我知你都不会走，不怕因你爱环绕我。就算我失落到一无所有，我知道美好是必定为我成就。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，你开道路就在旷野中，什么你爱都能胜过。我知道美好是必定为我成就。大家平安，一天的开始，求神赐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有领受的心，让我们有更新的灵。从尼希米记前6章，我们读到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，带领归回的犹大百姓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敌人百般的阻挠，他们嘲笑、藐视、威胁、恐吓、攻击修建城墙的尼希米和犹大百姓。但是神施恩的手帮助犹大人，他们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，52天就完成了城墙的修造。今天我们一起看到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6章15到19节，还有第7章的1到3节。经过52天的工作，整个城墙在以路月25日完工了。我们周围邻国那些敌人听到了，觉得很丢脸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工程的完成是由于上帝的帮助。在那些日子，犹太人的领袖们常跟多比亚通信，许多犹大居民也站在他那一边，因为他的岳父是亚拉的儿子示迦尼，而且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。人民常常在我面前谈起多比亚的种种好行为，也把我所说的话传给他。同时，多比亚也常写信恐吓我。现在城墙已经修建好，城门也安置好了，圣殿守卫、诗班队员和其他利未人的工作也都指派妥当。于是我派2个人监督管理耶路撒冷城的事，他们是我的兄弟哈拿尼和城堡的司令官哈拿尼亚。哈拿尼亚是个可靠、敬畏上帝的人，没有人比得上他。我吩咐他们，清晨天没大亮以前，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；晚上在太阳下山、守卫离开岗位以前，要关门上栓。我也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居民当中指派守卫人员，一部分人看守特定的地点，其余的就在自己住屋的周围地区巡逻。仇敌用各样的诡计、恐吓和迫害，要叫尼希米和神的百姓心里惧怕，以致整个工作停顿下来。但是尼希米时刻警醒，能够识破敌人的诡计，并带领百姓靠神得胜。在城墙修完之后，尼希米马上派定了3类人，他们是圣殿守卫、诗班队员和利未人。尼希米明白，城墙修好之后，最首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百姓的敬拜生活。
尼希米是一位有意向、有行动的领袖，但是他清楚明白神的呼召。他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名声。在城墙修造完毕之后，他选更加合适的人来管理耶路撒冷。哈拿尼是尼希米的兄弟，也是在第一章中带耶路撒冷的消息给尼希米的人。哈拿尼亚这里说他是城堡的司令官，尼希米选择哈拿尼亚是因为他的忠心和诚信敬畏神。太阳上升才开城门，人上看守时候就关门上栓，意思是说城门开放的时间很短，而且耶路撒冷的居民也要按着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周围的地区。尼希米并没有派军队或是专职人员来守卫城墙，而是每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要看守，而且不是勉强他们去看守远处别人家的城墙，而是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。在还没有看到结果之前，很多人会有不同的声音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程当中，就有人说，我们宁可从前当奴隶的日子，起码有肉可以吃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骑车经过芦竹区中正北路，或者是八德区介寿路那些在盖捷运的路段，虽然塞车是黑暗期，但是你应该想象得到未来路段规划的美好。这些捷运路段或是在从化区预定征收之前，需要经过很多次的环境评估，很多次的公听说明会等等细节要规划。最常见而且可以参与的就是公听说明会的当下，会有很多的问题意见提出。这位居民说这条路应该开到哪里，那个民众说希望范围可以再多一点。我们春日路的小块溪湿地重划就是谈了20多年才有的结果区域。大概10年前，我到高雄去搭捷运，当地人说这个是我们本地人使用不到的公共建设。是的，在还没有看到结果之前，你会听到许多不同立场的言论，不能说对错，但是就是不同立场。圣经当中，尼希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，依靠上帝才是超级现实的答案，不是去想哪个选项是对的，而是在寻求上帝的心意过程当中，我们才会发现最适合当下处境的选项。人若不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，任何一种立场恐怕都是站在上帝的对立面，最终能够引领我们走向盼望的是我们的阿爸天父。耶稣在医治10个长大麻风的人之后，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。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落入这样的舒适圈当中，不像圣经当中的尼希米，城墙一建好，就接着安排敬拜生活。赞美小组当中有一位李桂梅姐妹，这2个礼拜在教会义卖彩绘石头要奉献给教会，我实在钦佩她，从今年5月开始的创作，到如今半年的时间，已经有如此美丽的成果。但更让我感叹的是，她用兴趣爱好来高举神的名，在画作当中充满对神的亲密，对神的爱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学习到寻求神，我们会有清楚的目标方向，努力依靠神的帮助，直到看见神成就。成就之后呢，更加要高举神的名，敬拜他，传扬他，持续的持守在神要我们成为守卫的地方，无论是家庭、职场、教会的合场，我们要一起看见神美好的心意。今天的金句我们选6章16节，我们周围邻国那些敌人听到了，觉得很丢脸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这工程的完成是由于上帝的帮助，是由于上帝的帮助，是由于上帝的帮助，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念3次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你打开我属灵的眼光，
能够看见你掌权，信靠你，帮助我们时刻警醒守望，靠主得胜，并相信一切都有你美好的旨意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